我伫大聚会中间所学落的是对你来，我要伫敬畏伊的人的面前写我的愿。谦卑的人要得到帮助，找耶和华的人要学落伊愿恁的心，活到永远。这是咱来吟诗学乐，圣诗161首比调，圣诗161比调，上帝所赐话名，请起立，吟全首。161首比调，上帝所赐话名。这是咱要用新的界面来告别咱的信仰。你着尽心、尽情、尽意仰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个，也是好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界。这两条界是转入我甲神你的总门。我用新的界面，你就是你第三者，亲像我捌听你，你也着安尼相听，你若相听，前人要对安尼知，你是我的神。啊，这是咱要用交读的方式，我来刻，请会众来用。伫刻印文23也是诗篇118篇，刻印文23，恁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愿以色列讲，愿阿伦的家讲，
愿敬畏耶和华的人讲，我伫危急的中间求叫耶和华。有耶和华甲我伫地，我就无惊。就甲我开义的门，就是耶和华的门。我要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应我。师傅所起杀的石，已经成做触角头的石。画做个，这是耶和华所定着的日。耶和华，他求你拯救。奉耶和华的名来，应该得到福气。你是我的上帝，我要感谢你。恁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这是咱来恭读上帝的话。今日所要读的是记载伫新约约翰福音15章第1节到第8节。约翰福音15章第1节到第8节。我是真的葡萄树，我的爸是做园的人。伊若连伫我的枝无结果子的，伊就送起来；伊若结果子的，伊就收互伊清气，互伊结果子搁较侪。那恁因为我所甲恁讲的道理已经清气啦，恁着踮伫我，我踮伫恁。世事既无连伫葡萄树，就袂家己结果子。恁若无踮伫我，也是安尼。我就是葡萄树，恁就是枝，踮伫我，我也踮伫伊的，就结果子侪侪。因为甲我相连，恁就袂做啥物。人若无踮伫我，就受气杀。伫外面亲像枝线孤单，人捡落火就烧去。恁若踮伫我，我的话踮伫恁，伊若所爱的，恁着求，就要恁食。恁结果子侪侪，对安尼，我的爸得到荣光，也恁要成做我的学生。我是真葡萄树，我的父亲是园丁。所有连接着我而不结果实的枝子，他就剪掉；能结果实的枝子，他就修剪，使它结更多的果实。我对你们所讲的信息，已经使你们洁净了。你们要常跟我连结，我就常跟你们连结。要是不跟我连结，你们就不能结出果实。正像枝子不跟葡萄树连接，就不能结果实一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那常跟我连结，而我也常跟他连结的，必定结很多果实。因为没有我，你们就什么也不能做。那不跟我连结的人，要被乃扔掉，像枯干的枝子被扔掉，让人捡去投在火里焚烧。如果你们常跟我连结，而我的话也常存在你们里面，你们不论要什么求，就会得着。
我父亲将因你们结很多果实而得到荣耀，而你们也因此成为我的门徒。弟兄，愿上帝说，伫咱所读伊所启示的话，咱下下时间，咱交互本会李牧师，伊今日要带来的信息是福德性命。咱先来做伙同心来祈祷。主必听从阮的祈祷，感谢你，阮即个伫你的圣殿来聚集，也阮看见世界也有侪侪的国家所在疫情方面阁无法度来控制，特别是阮看见印度、看见巴西看见侪侪其他的所在也阁受到这疫情的困扰死伤侪侪。伫印度一日的确诊者已经超过36万，将近37万。祝你人民甲这个土地、这个国家的人民三个基地。阮的国家台湾最近也有染病的问题求助你人民。阮感谢你，互阮伫加州的所在，阮会当接受到疫苗的注射但是阮犹原爱警醒阮家己。伫阮所爱做的本分顶悬来尽阮的本分，来帮助这个疫情的控制。阮恳求主你继续来保守阮每一个人，不但伫肉体顶悬的健康，也伫心灵顶悬有你充满的平安甲喜乐，甲阮三个基地。主，阮求主你继续来带领阮的教会头前的路，主你来显明，互阮会当照你的旨意来行。阮将今仔日的敬拜对头到尾，虔虔交托伫你手中，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阮也要用你所教示阮的祈祷文做伙来祈祷。阮伫天年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伫地呢，亲像伫天日，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狱。就救阮脱离迄个歹，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到代在无尽。免好，今仔日要对约翰福音15章的经文来甲大家三角分享葡萄性命是讲佫加一个字，葡萄的性命。当然开始要先感谢迄个主庆甲平平送阮一丛葡萄赞我有相片会当甲大家三角分享我要继续今仔日的这个经文分享进前，咱毋知影无，就是讲伫冬天的时阵，葡萄落到无半叶，有真侪人拢会讲问一句话，这是死活。为什么会安尼问？因为无看到叶，毋知影伊到底死还是活。你若无经验、无种植经验的时阵，你会怀疑。你若怀疑的时，有可能你单规十个等掉去。因为你无看到有叶生出来，甚至迄个伊个花嘛呢，臭呢你毋知影讲，到底这是活的还是死的？迄个性命要安怎展现伫人的眼前？而且耶稣用葡萄来做比喻，嘛毋是一个真新的比喻啦毋是真新的比喻。为什么咧讲？就是讲，其实伫旧约内底也有讲到葡萄的代志，也有讲到葡萄的代志。耶稣用约翰福音15章这段，伊第一句开始讲是讲，我是真葡萄树。什么叫做真葡萄树？咱最近伫查经咧读这个约翰一书、二书、三书的时阵，咱就知影伫约翰的时代初代教会时期，伫以弗所咧面对的这个情形，有异端，有假教师，有咧传假的道理。伫耶稣的时代，有真侪人咧质疑耶稣。法利赛人安怎质疑伊？讲伊伫赶鬼的权柄伫倒位来？对魔鬼来，敢毋是？有人咧质疑伊。耶稣甲伊讲：“我是真葡萄树。真葡萄树的定义对倒位来？
是对上帝遐来，对上帝遐，这嘛是约翰伫约翰一书一直咧表达的。地面上的耶稣是上帝的话，道成肉身，伊一直咧强调这个物件，伊讲这个就是真理，这个就是真理。真葡萄树就是咧甲咱讲，这是真正对上帝遐找见来，互咱的救恩。伫约翰一书、二书、三书，伫提醒咱的迄个真理，就是道成肉身的。所以耶稣伫遮咧甲咱讲，当伊落伫即个土，即道成肉身，即个真葡萄园所要生出来的即个花，即个叶，即个果子，伊伫即个所在用安尼来譬如即个性命啦，咧性命。伫约翰一书第5章咧讲到3项代志，伫咱的信仰的真理的基础内底有3项代志，第一项就是水，佮火，佮啥物信息，这是性命咧讲到性命的代志。伫这个经文内底，伊讲我是真葡萄树，我的爸是做园的。现代中文有本讲我父亲是园丁啊。所以这个园的拥有者是啥物人？这个园的拥有者是上帝。这个葡萄园，咱嘛讲会当讲，对创世纪来看的时阵是啥？海淀园。对启示录来看是啥？天国。这个园的，咱的了解就是上帝伫迄个所在，伫迄个所在伊有主权。马太福音20章第1节到第10节，耶稣用葡萄园咧请工的代志，伫遐咧表达啥物物件？表达救恩是上帝的主权，毋是人的轻分，有无？伫迄个园的请工的中间，有透早去请，有9点去请，有中昼去请，有下晡去请，也有伫要关园的时阵去请。逐个人的工资拢是1箍。咱莫看1箍，1箍看起来感觉怪怪吼，就是讲得救，每一个人拢会当得救，这个1箍就是得救啦吼。那安尼是咱会当较了解，有个人会轻分，我自早起来，我做甲用要安尼下箍过袂分血安尼吼，我嘛共款1箍尔呢。人用轻分，迄是人的眼光，人的价值观啦吼。耶稣用安尼咧来表达迄个。园主的权柄伫倒位？园主要安怎将救恩互人？有人目眶赤到啥物程度？迄个伫十字架边仔，迄个哪会当甲耶稣做伙伫路园内底？伊嘛是死刑犯啊！伊有啥物资格？甚至我嘛听过基督徒安尼讲，若安尼我要来学迄个路加15章迄个浪子，我来乌白来，然后上落尾才倒转来火解就好啊。会使啦，你若会付的时阵，你会当安尼做啦。毋知影咱会付啊无？园主的主人，伊有伊的主权，伊有伊的主权。伫即个内底，今仔日的经文，约翰福音15章第1节到第8节，耶稣伫遮咧讲伊有主权来修剪。这修正是咧讲啥？讲判断。我做我用审判这个字啦，讲判断，这个园主有主权去判断，我要留什么人，要拄什么人，要拄倒一个话。所以接下来第3个点，伫这个所在，耶稣在咧讲的，讲对对第1节、第4节、第5节、第7节内底拢有讲到迄个观念呢。第2节伊安尼讲，鸡若黏伫杆的鸡无结果子，开始咧讲鸡啦，开始咧讲鸡。这个鸡咧讲啥物人？这个鸡是咧讲所有跟对伊、所有领受着伊救恩的人，黏伫迄个顶悬，黏伫迄个顶悬。你若用犹太教的解释方式，就是讲选民啦，以色列人但是以色列人佫无信耶稣咧
到底咱遮的毋是以色列人，敢有法度念伫迄个威典馆？会使无？会使无？啊，照约翰的讲法吼，会使啊，无问题啊。约翰福音3章16节、17节叫安那？安怎讲？既然叫一切既然相信的安那，会得到永生，袂得到灭亡嘛。所以当咱接受到即个救恩的时阵，咱也用较现代的农业科技来讲，迄叫做啥物？接话啦，吼，接话啦，吼，咱捌听过交接礼无？就是讲接话，然后会当念伫即个本身，会当去生出来安尼啦，吼。所以伊即个记咧讲啥物嘿？讲生命甲葡萄树、真葡萄树连结做伙，伊就会当安那？即个连结毋是讲你接袂就好安尼，接袂当有接有成功，真正会当生叶啊、发花、搁结实济济，安尼才有算成功嘛吼。所以伫即个所在，你看第4节、第5节、第7节，拢有咧讲到即个话的概念吼。伫即个树话内底讲，会当生伊就甲留落来，袂当生伊就甲修剪。啊，迄个目的是要互伊结实搁较济吼。迄个目的是要结实搁较济。耶稣捌用迄个麦仔来譬如，若伫土呢死搁发出来，会当生60倍、100倍吼。咧讲即个概念。当然，一个园仔的主人毋望伊的葡萄会长会当安那，会当生团济济嘛吼。耶稣直接讲一句真重要的话，伫第3节伊讲，因为我今仔日甲恁讲的道理，吼，即个道理，就是约翰一直咧强调迄个真理啦，吼，已经清去啊。现在中文本较清楚，我对你们所讲的信息已经使你们洁净了。所以，这个道理，这个真道是啥物呢？是真葡萄树的主要的性命。主要的性命，咱若倒转去看约翰福音第1章开始咧讲着道，道成肉身，道是甲上帝伫地，道就是上帝。所以这个性命，这个道就是葡萄长的内在生命啦，吼，安尼讲内在的性命。所以你若有这个内在的性命，咱咧讲内在性命是啥物货？就是血嘛，对不对？咱讲血就是性命吼。我会记我高中的时阵啊吼，第一届人学校有人咧宣传讲吼，恁遮拢迄落超过18岁啊吼，会当来迄落捐血啦吼，会当去捐血啊。迄阵啊高中拄要毕业啊，吼，要捐血，就缀人去啊。我妈妈就讲，你是安怎去捐血？迄会去伤着你的性命呢吼。咱讲传统的想法是安尼啦吼，因会感觉你若捐血，你的性命就失去安尼吼。伫犹太人的概念中间，血就是性命。嘛，对约翰一书第1章5节到10节，伊伫迄个所在嘛，安尼来讲，借着耶稣的血来洗清咱一切的罪。借着耶稣的血来甲咱提供互咱会当正圣，得到清气。这个也是伫这个真理内底所在讲的，就是约翰一书5章内底也咧讲到水、血甲圣神。血代表救恩嘛吼。伫圣餐的时，咱咧讲，耶稣讲，这个血就是我的这个杯就是我的血所设立的新约吼。迄诚做咱会通清气，迄个清气是安那？甲这个性命葡萄长的性命结连做伙。再来，咱咧讲果子啦吼。其实葡萄长的果子只是一种的譬如尔定，因为犹太人因普通时的饮料是啥物货？毋是可卡可啦。你若美国人问讲你要 drink 无？伊个一定想讲可啦，对无？你若问台湾人讲你要啉饮料无？咱咧讲是啥？台湾人是讲茶啦吼，
乌龙茶。伫果子顶悬用葡萄层去比喻犹太人较会当简单了解。佮另外一种的果子，什么果子？无花果，无花果。耶稣捌救做一丛无花果，敢若生叶仔尔，无要结果子，对无？伊就孤单，伊就孤单。即有人讲，耶稣呢，家己腹肚也无通啊食，着救做伊死。其实毋是啦，是因为你用迄个咧形容一个人，空有外表，无有实际的性命。路加福音第13章第60、第90节，伫迄个所在，伊伫遐嘛，用无花果佮葡萄园来咧讲找果子的代志。伊讲莫空占土地。巴国书第3章17节到18节，迄个所在讲，虽然无花果树无发旺，葡萄丛无结果子，橄榄树无效力，田也无出粮食，羊条中无羊仔，棚内也无牛。伊这拢用犹太人会当了解的形容来形容。所以其实果子毋是干那限定伫葡萄尔。所以伫迄个譬喻的中间，其实咧讲的是啥物呢？生命的结果啦，迄生命的成果。耶稣嘛咧讲一粒麦仔爱落伫土里死，约翰福音12章的经文。所以其实伊咧强调的是讲一个生命的转变，然后会当阁有成长济济。伫圣经中间其实有讲到真侪果子的观点甲观念，亲像罗马书第7章第5节讲，因为咱属肉体的时阵，照律法来生，即个歹，就伫咱的肢体内底发动，缔到诚做死的果子。保罗甲罗马的教会拢讲到律法是互咱缔到死亡。伫哥林多前书15章20节咧讲到，爱诚做一个头上色的果子。伊讲，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之人的出手的果子。迄个国外我们想赐互咱咧甲基督共款，来诚做一个拄头上生的果子。罗马书第1章13节嘛咧甲咱讲，咱着爱有会当生出迄种福音的果子。讲我几若摆要去到恁遐，伫恁的中间会当得到一寡果子，这是福音的种子。马太福音第3章第8节讲到悔改的种子的果子。伊讲着爱结出果子来，甲恁的悔改的心三拄齐。以赛亚书第3章拄则老师讲葡萄树的比喻，毋是干那伫新约内底。耶稣咧讲的是一个新的概念。其实伫旧约有真济咧讲到果子的代志。以赛亚书3章第10节讲，恁议论义人，伊要享福，因为要食家己的行为所结的果子。以弗所书12章第11节咧讲到平安的果子，讲既若管教的事当时无感觉快乐，感觉由头到面，后来却因为迄个经过试炼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这个就是义啦。歌罗西书第1章第10节咧讲到良善的果子，伊讲通叫恁的行事做人，对起咱的主。所有的代志得到伊的欢喜，伫一切的善事顶悬结果子，渐渐会通知咱的上帝。所以伫迄个所在爱咧强调的是咧讲，基督徒爱伫善的代志，亲像约翰伫2书3书，伊嘛咧强调爱亲近好，爱离开歹。以弗所书13章第15节，伊佫讲到，咱应该靠着耶稣基督常常用俄乐献祭互上帝。这个就是迄个承认主的名的喙唇的果子。所以咧讲到爱利益人的话，造就人的话，其实真诶嘛有讲到一句话若讲了得宜嘛，会通诚做亲像金的苹果
做园的工作是啥物货？做园的工作是啥物货？咱讲上帝是河塘园的主人，做园的工作是啥物货？咱拢知影一丛果子丛要互伊会当生了较旺，会当有结实，不但爱互伊有水，爱互伊有搁较营养的性命。这个营养的性命，就是耶稣咧讲，我是真葡萄树，亲像约翰所咧讲的，就是迄个道，迄个真理，嘛是迄个花洗净咱所得到的新的活命。嘛是圣神伫咱的内底，甚至约翰福音14章，耶稣讲：我要求爸找一个保惠师，提醒恁我所教示恁的话，迄个要成做咱的性命。所以做园的工作，就是爱管理；做园的工作爱管压。哥林多前书第3章第6节到第9节。保罗伫遐咧劝勉哥林多教会，毋通伫遐分党结派的时阵，伊伫遐咧讲啥？伫遐咧讲着迄个有上帝的同工伫遐咧管压，伫遐咧压水压肥，然后咱的主要来修成。做园的人会安尼来管压，咱是做园的一个工人。萝卜，然后伫今仔日个经文第2节、第3节、第6节咧讲到修剪啦，吼，修剪，亲像咱前礼拜咧讲到羊仔的时阵，伫诗篇23篇所咧讲的，你的棍、你的拐安慰我。迄个棍甲拐有救赎，有安慰，嘛有教导的意思，吼，教导的意思。就是讲，当要离开迄个正道的时阵，甲你赶转来，迄个意思。修正的目的，修正的目的毋是要灭无，咱会记。修正的目的是要为着生团济济，生了较好势，生了较济。咱通常吼，咱拢有犯着一个问题啦，亲像阮兜即马10几趴对无？你若叫我甲收掉吼，我会安怎？毋甘啦！啊，若真正会晓种的人，伊就讲哦，啊，这着甲收掉，这边着生了会较好势。啊，迄表示咱袂晓，啊，咱毋甘，啊，结果毋甘咯，生出来吼，逐拍拢平啊歹，会变做安尼啦吼。所以修正是一个成长结实济济的一个真重要的工作。修正，咱有可能感觉修正足无好诶吼，你甲我的性命。即个人收掉，咱莫安尼看吼，咱来看讲，这是一个人来讲，这是耶稣的身体，这是一个人咧军队主，上帝需要甲咱修剪啦，吼，甲咱的眉角角修剪，互咱成做鹅卵石，互咱成做会当生长济济、生团济济的一个性命见证的葡萄花，吼，葡萄花。迄甲咱修正来帮助咱伫性命顶悬。你看耶稣的学生彼得有叫修正无？有呢，迄是足忝的呢。哦，彼得是足忝的哦。伊伫耶稣受难假提进前3摆无认主，对伊来讲，这是足大的心内的罪啊。哦，然后耶稣搁活了，伊显甲伊问3摆，你有爱我无？修正吼，修正，互伊来改变，互伊有机会吼，互伊有机会。过，互你看阮兜诶几张相片啦吼，啊，真正因即个品种足好吼，安尼，其实阮也无啥物顾着吼，啊，着上帝互伊安尼大赞吼。但是你会当看着讲，伫伊即个成长诶过程中间，其实拄开始生出来诶时阵足捌诶，足捌诶。啊，咱有看着迄有诶较细粒诶迄吼。迄还佫算老落来，啊有诶当啊落米，落伫迄涂骹嘛有，啊伊好诶当啊老落来吼，好诶当啊老落来，啊会当看到真水诶即个果子伫迄个所在。啊最近有一寡朋友知影阮决定要转去台湾，啊拢会出来厝里找阮啦吼，啊去后壁园仔看诶时阵吼，我拢毋免讲这是啥物站，因就知影这是葡萄站。
为什么？伊有决心嘛，有决心嘛，吼。有决心，基本上就是圣经今仔日的经文，耶稣所讲的。伊讲：恁若踮伫我，我的话踮伫恁，凡我所爱，恁求就甲恁成就。这就是决心啊！这个决心，决心的目的是要创啥呢？决心的目的毋是咧讲，你看我这话足敖的，啊，这话你饭桶你无生葡萄长，你毋知影这话若无继续发出去吼，这个葡萄会歹用呢。吼，毋是讲你咬这个含慢你就甲咸，甲迄落毋是安尼呢。你爱互伊规丛的继续会当发吼。所以伫这个发果子的过程，基本上是一个爱用神益人的一项代志。拄则咧讲的讲爱有福音的果子，再来亲像加拉太书5章22节到23节咧讲，咱爱有圣神的果子伫咱的生命内底。啊，圣神的果子是咧讲啥？圣神的果子是讲咱的生命的见证，咱的实践真理的实际生活。那照着约翰1书、2书、3书，一直咧强调迄个真理，只有一项，就是亲像耶稣疼咱共款，彼此相疼。新的诫命甲咱讲，咱若彼此相疼，正人要对安尼知，咱是伊的学生，这叫做果子啦。我甲我的朋友讲吼，你毋好看迄个水水啊，还袂结束的，还袂结束的，因为伊食了是好食啊歹食啊，毋知呢。咱必须爱互人谈出咱有迄种主耶稣基督过我活命的滋味，毋是干那安尼看水尔尔。这还袂到结尾咧，结尾是啥物人咧定？园的主人要定的，迄个价值是园的主人要甲咱定。葡萄伊的生命必须爱甲迄个真的葡萄丛结连做伙，双双结连。最近咧看到台湾这个疫情的扩展的这个代志吼，咱会当看伊讲一寡人就是感觉无要紧，也无人知影，也无人看见，所以有迄个印尼籍的技师，伫爱自主管理的时阵，走去倒位？走去台北的清真寺。啊，清真寺讲也无要紧，即卖吼台湾真安全啊，所以也毋免实名制。如果今仔日这个是迄个人是走去教会，迄一间教会佫无做实名制，啊，你感觉咱这是好果子也歹果子？咱毋通小看即种政府的规定，有伊的意思伫咧。一个基督徒着爱正的原则来行。咱看你讲今仔日台湾即摆疫情的情形来看，就是真侪人安那小看迄个规定，感觉讲也无人知，无人知。葡萄咧生长的过程中间，嘛无人知影。你若一工无去看吼，伊可能加足大粒的，你嘛毋知影。啊，伊着一日咧长大啊，一日咧吸收营养啊。但是等到有一工真正结实出来的时阵，你着知影讲啊，这个做工的人有认真压肥无？有认真互伊用养分无？食出来吼，水果到底伊的味到底是安怎？伊的有甜啊无甜，是毋是真可口？这拢是真做到落尾上帝要甲咱判断的一个标准伫迄个所在。耶稣用安尼来提醒遮个军队伊的人，得到救恩的人，着爱伫生活顶悬。一日一日尽咱的本分，一直到上落尾，互上帝修成迄一天。一开始时我就讲啊，
荷塘园对创世纪来看是爱丁园，对启示录的简讲来看是咱来讲的天国，末世的天国。上帝要照咱逐日的成长，到上落尾的时阵修成，来判断咱一生军队的果子，迄个成果到底是安怎。相信伫咱的生活中间，咱有经历济，咱嘛有可能会经历大风，嘛有可能经历着大扫，嘛有可能经历着一寡困难。但是伫咱的生命中间，有圣神的保守，有主的话命伫咱中间，咱继续结连甲伊成做一体，继续伫咱的生活中间见证我是基督徒，我逐工所做的，我所讲的。我所行的，拢会通荣耀主的名，利益正人。咱做来祈祷。听咱我的天父，感谢你的恩典，透过耶稣基督约翰的记载，阮搁一摆对葡萄的性命来去思考。主求你来帮助阮，互阮知阮所活的，阮所生产，阮所出来的叶也是果子，拢是为着主。你来结实，阮活就是为着你，亲像保罗所甲阮讲的话。求主你帮助阮，互阮伫阮的日常的生活中间，继续，特别是伫面对这个疫情的时，互阮会通更较谨慎，因为阮所行所做，拢是咧见证主你的名。祈祷告主耶稣的圣名，免。就是咱过来吟诗来回应上帝对咱的听。正诗305首，我是为基督，请起立吟全首。咱请起立来吟诗，圣诗305首，我是为基督。请坐，这是咱要用奉献来回应上帝对咱的祝福。
请起立。让咱大家压头同心来祈祷。我的主啊，阮伫踮伫这个空工虚假的时代，阮有时感觉世界离开阮，生活中定定的忧伤压制了阮。祈祷的时，亲像无气力，烦恼无停，绝望的疼，也黑暗时常陪伴阮，袂互阮袂得脱离，也无人会治阮。主啊，阮知，阮毋是孤单的，你的确要用你的手来牵阮，无放离阮。虽然阮陷落伫通行的大影中间，看无头前的路站，也失去方向，屎流出来，也无言语。阮受气你主你为阮流出宝血来救赎阮，陪阮带阮行。阮感觉到满腹的信心，拢无阁有惊吓，因为你有应允，有出人意料外的平安，必须互阮甲阮同在。主啊，阮感谢你，阮伫遮献出阮满心的感恩，也恳求主你欢喜来感答。愿主听你隆重的指示旨意。阮的感恩祈求是奉主耶稣名求，阿门。请坐，这时请牧师来具体关怀甲事工报告。用者吼。歹势，我用者。好，咱知影吼，加州政府继续无改变吼，6月中要开放吼。我想咱伫即个疫情的中间，咱虽然有做即个预防针，但是咱嘛是爱注意啦吼。咱也为着台湾即届即个华航的飞机的所带来即个疫情，也是讲像印度，咱为着即个来祈祷啦吼。佫有一个消息，我无看伊即个底，就是我早起佫看到的吼，就是听讲加州政府决定要甲76000个监狱内底，无论伊甚物款的level的犯人放出来啦吼。咱为着即个祈祷吼，即个造成真大的治安的问题吼。前礼拜伫2万的一个拍囡仔内底，有5个黑人的囡仔举枪咧抢劫。这拄好去有人用车迄个翕着吼，所以咱会当看见讲，最近伫疫情的带来经济无好的即中间，有真侪治安的问题。即马遮个犯人佫放出来的时阵，是毋是会佫带来佫较严重的即个治安的问题？我想这咱爱
放伫伫倒中间啦吼。好，咱即个月是上侪人生日的月啦吼，也有你表牧师吼，也有阿叔，也有这个师娘吼，也有这个老牧师娘，啊，跟阿慧啦吼，咱这个刷的时阵，咱来为着因来唱生日歌吼。好，啊，咱继续过来，即个礼拜要查考犹大书，啊，搁过查考雅各书，雅各书5章吼，咱会进度会搁继续落去吼。咱这礼拜出席14人吼，啊，查经教的人奉献493块，啊，这是后礼拜的这个讲道的资料甲服饰吼，这请咱同工来注意吼。就是咱来读即礼拜经句，24篇、22篇、27节，咱来读两解。第一节头，拢要少年来归顺耶和华，列邦的万族拢要敬拜伫你的面前。第一节头，拢要少年来归顺耶和华，列邦的万族拢要敬拜你的面前。4篇27篇27节，这是咱来吟上言512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吟诗煞，请李牧师为咱祝祷。第512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那愿主的圣神踮伫咱内面，互咱会通得到伊的活命，来成长，来结实济济，成做英神益人的见证。愿主的平安甲咱三合伫地，对之叠到永世代无尽。阿们。好的。
到遮。